各位大家好。剛才我哋啲朋友咧都即係肯定咗阿超雄工作啦，咁所以我都喺度唔想係即係錦上添花，再肯定阿超雄，因為即係我講唔夠你講咁多，因為佢哋有黨友啊，又成咁樣，咁我即係我冇理由即係搶咗佢哋嗰個位置嚟講。但不過我今日想講咧，就反而係即係覺得我為弱勢社群而開心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真係㗎。即係喺我自己個人嘅經歷裏邊咧，我見到咧就係、我記得喺回歸之前啦，我第一次接觸啲弱勢社群咧就係肌肉萎縮嘅小朋友，而當時佢哋想爭取乜嘢咧？爭取冷氣機啫，喺學校嗰度。但係當時咧，由於教育處裏邊咧就只不過係消減噪音，就唔俾特殊學校邊咧有冷氣機嘅。咁佢哋嗰班嘅肌肉萎縮小朋友咧好辛苦，即係大家知道佢着啲皮夾撐住啲身體咁樣樣，好熱，大天時咁樣樣，我着件恤衫成身汗啦，咁何況佢哋咧咁樣。咁但係只不過好簡單要求，就有個冷氣機啫嘛，喺學校裏邊嚟講係。但係既然一上到平機會都搞唔掂，因為教育處佢講嘅就係消減噪音，唔係令你享受嘅，所以冇歧視，所以就唔俾。咁咧就我同嗰班家長開會。咁但係你感覺到咧，就係佢好孤單。佢寫咗信俾好多團體、部門、議員咁樣樣，真係咧係冇咩人去即係去協助佢哋咁樣樣。咁我就同佢一齊去爭取，咁啊將個問題帶到去立法會，好多得立法會同事支持。咁後來咧成立小組，咁啊真係爭取到，令到咧而家嗰啲嘅特殊學校咧都有冷氣機啦。咁呢個係我第一次接觸嘅。而第二個接觸一啲嘅弱勢社群咧，就係、學習障礙班小朋友，咁咧就係、當日咧，我係夜晚黑坐車時聽心機，有個家長喺度咧就打電話上電台嗰度，即係吐苦水。但係主持人咧就起初就體諒，但係最終咧就係、覺得就個家長太過溺愛個小朋友啦，太遷就佢啦。咁我聽完之後好唔憤氣。當時我唔識乜叫學習障礙，但我真係覺得。唔係喎，家長已經係好盡力去協助嗰啲嘅小朋友喎。點解嗰個嘅主持就好似其他學校嗰啲老師咁樣不斷鬧嗰個家長？點解你即係去點解唔溺愛佢咧？點解唔遷就佢咧？咁樣我唔憤氣，我打上去，我想攞咗家長嘅電話，咁啊聯絡到嗱，就讓我有機會咧識咗學習障礙班家長，咁啊同一齊共同去努力咁去爭取。咁而家喺政府方面咧係對呢個學習障礙方面咧好多地方肯定咗落嚟，咁亦都好大改善。咁第三部分咧，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咧就係、為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半價呢個嘅工作啦咁樣，真係8年抗戰，終於成功咗少少，未成功晒嘅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仲有部分嗰啲殘障朋友咧都未有資格去享受得到嘅。咁咧就，但係喺過程當中邊咧。即係亦都係感覺到咧，就係、起初時真係咧，我同埋嗰班嘅團體裏面咧，都係好走訪過好多嘅機構，要求佢一個嘅半價，但係都係唔得到支持，你得到成功嘅。但係呢啲嘅工作裏面嚟講，或者慢慢咧，攞多咗同路人情，呢個就係張超雄。咁咧就一齊努力去爭取好多嘢咁樣樣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就喺呢個過程當中裏邊咧，就係、今日。呢個政研會社能夠成立咧，我覺得就唔係即係歌頌張超雄嘅努力，而反而我覺得係慶幸咧，就係話能夠將我哋弱勢社群咧可以團聚一起，再唔令到俾人哋嘅忽略同埋係歧視係嘛？呢個我覺得先係最重要嘅地方。我覺得要歌頌一個結社，將結社咧令到我哋一班弱勢社群咧今日可以企喺度，同一社會講我有咩需要。我點樣唔受到你哋嘅關懷同埋尊重，而係今日我哋可以大大聲聲、堂堂正正出嚟講啦，係咪啊？只有超雄，只一個係幫助呢班嘅弱勢社群走出嚟啫。我哋咧最重要就係希望喺日後嘅日子裏邊咧，唔單止同我超雄一齊，同埋呢班社群一齊去令一社會去正視我呢班弱勢社群應有權益，好嘛？多謝大哥。聯盟嘅領導人係咁啊，真係好開心啦！今日嚟就見大家，咁啊，尤其即係政研會社，其實咧今日咧，我覺得即係應該弱勢社群呢個名咧，已經係可以刪除啦。不再弱勢，因為我哋出咗權啦，政研會社就係代表不再
弱勢，有時真係我哋唔使成日都話自己弱勢，因為如果我哋本身係團結嘅話咧，我好相信係不再弱勢。咁啊，所以咧得㗎啦，即係超雄社長啊，仲有長仔嘅副社長啊，你哋有執位咁樣，咁咧就大家如果團結咧就掂啊，同埋對我送多個即係梗係公民嘅口號俾大家啦，最後即係公民最呢幾年最中意撐到底啦，係嘛？咁大家一齊撐到底，多謝大家撐到底。